有人走去合欢山，有的人为了迎接新年，头一就曙光。当然，这真让人期待。为走去宜兰，为走去花莲，想要欣赏曙光的美景，当然有时要看运气。虽然讲今仔日透早分站伤高，无等到这个出日，也不过有一个乡亲1亿外去看到落雪美景。 这是花莲七期潭的海边，有人天也未光就徛伫个海边在等，想要迎接2021年的第一道曙光。海边看到咪咪啊光手机就赶紧摕起来要翕相，不过实在云太高了，今年可能看袂到日出。早上大概6点，6点就来了。今天有看到曙光吗？没有，一点点而已。一点点而已，会有点失望吗？大家看的。 虽然等袂到曙光，但是伫个县长传领之下，民众斗阵升旗唱国歌，欢喜来迎接新的一年。伫宜兰，民众嘛为了要等日出，规暝无困。金黄色的光线阁微微啊看会到，不过实在是云太高了，看袂到日出。但是民众哪有意外的惊喜？ 你无看到真正在落雪了，太平山国家公园的步道落雪差不多30分钟。伫个园区内底，原来气温上过低，规片白色色，互游客看甲真欢喜。还是很漂亮啊！对啊，有白色的就很漂亮。2021年新年头一天，虽然无等到曙光，但是所有民众对新的一年也是有真美好的期待。